陛下说的是谁？浩劫将至，此乃定数，非我等之力之所能及呀。结束缘由。500年前，我在雪山修成10丈金身，而我的黑暗面魁罡却脱离我的肉身离去，制成此劫。500年来，魁罡处心积虑想要得到肉身，返回人间，而今劫数已到，我观3界诸天皆难逃此厄。300年前，武圣天尊石敢当在泰山绝顶立下镇妖石，3界外诸邪祟皆不能进入3界。难道说镇妖石也不管用了？镇妖石能够并却妖邪，却难抵挡劫数来临。魁罡诸魔是乘劫数而来，因此镇妖石已奈何他不得。500年前一时不慎，酿成今日大祸，我之过也。难道凭玉帝法力，凭我罗天众神之力，还能输给一个小小的魁罡？魁罡入世，就说明他的力量已经强大无比。世间能够解此恶的只有一人，是谁？此乃天机，以后你就会知道的。尔等法力难与魁罡相抗，切记不可造次无为，各安本境，以待恶境。孽畜无礼！
适才，朕说过，此乃浩劫，要诸位按本座不可妄动。劫数自有破解之法。朕不愿看到多年前的天界大残杀再次出现呐！陛下，难道就任由这些妖魔鬼怪搅乱净土？动亦然，不动亦然。耳岂不见，自开天辟地以来，可有此等景象？此劫数也，不可妄为。请留孙部。你是三坛海会大神哪吒吧？正是某家。你就是魁罡大神。不错，你很好。世上还没有人能够拦住我的脚步。叫你知道，我已削去你顶上三花，而今你失去神力，与凡人无异。崇高，500年前我就曾经说过，我会回来。现在时辰已到，你是自己走呢，还是我请你走？此乃劫数，夫妇何言？不错，你是在劫难逃，就像500年前你将我抛在黑暗之渊一样。你虽已参悟了万劫，可永远也不会明白，如果你的善念永不发动，那么在劫难逃的是你，这是你的劫数，不是我的。我敢打赌，你绝不会再回来。就像我无法抗拒定数一样，到了那一日，你也无法抗拒。众皆一心，唯无二心。黑衣功高，领辖3界，真性临头，入世凡家。他日重生，回归3界，10中5圣，方解此恶，乾坤清朗，善心归一。
的大护法。住口！是何方妖孽，竟敢戏弄奴家？师傅，甘达，你怎么今日有空来到我的道场了？天界将有大难，玉帝让我速召你至天界，有所请用。大难！我刚刚入定，得了一梦，煞是奇怪，梦见玉帝和众神在火里煅烧，还有一个黑衣人，让我做他的护法。哦，看来大难已至。玉帝对我言道，此劫三界众生皆不能逃。甘达啊，我们不要耽搁，还是速速赶到天界吧。师傅，还请稍后。师傅，那我们走吧。好啊，走。师傅，请先行。师傅，以前玉帝召见弟子，皆是白鹤童子前来传信，怎么今日师傅亲自来了？啊，是这样的，白鹤童子有事出去了，不在天界。白鹤童子乃是玉帝信使，有12个之多，就算有事，也不会全都出去啊。如今乃多事之秋，三界大难将至，玉帝忙于应付，能用上的人也都用上了。是这样。师傅，这是到哪儿了？哎，甘达，今日你怎能如此多话？云头之上，我怎知下界是何处所？速速赶路，莫耽误了玉帝的期限啊！好个二郎显圣真君，连自己的道场灌口都不认识。这个敢当真是悲来，我怎么能连灌口也不认识呢？只是不愿与你多话，耽误了行程。你真的认识灌口？这话问的却是蹊跷。灌口乃是我的道场，我怎么会不认识？哼，那根本就不是灌口。什么？那是蓬莱。不错不错，是蓬莱，是蓬莱。你看看我，赶路赶得都糊涂了。师傅，咱们继续赶路吧。好啊，尽快赶到天界，莫耽误了玉帝的大事啊！哎，师傅，你平日腰悬的那口至尊巨剑到哪儿去了？怎么今日改挎了一口寻常宝剑？嗨，甘当啊，你真是个多心的人，问东问西，难道师傅还会是假的不成？啊？好，不敢。弟子只是觉得今天师傅有些奇怪。哦，何怪啊？往日玉帝召见，乃用5色令珠传信，这一点天界众神都知道。就是你我师徒平日通信，也是使用灵珠的，可你竟然会不知道？刚刚我只是试探了一下，说往常都是白鹤童子传信，你就说今天白鹤童子全都不在家。此其怪一也。刚刚我们所过之处就是灌口，身为神班第1等大神，竟然不认识自己的道场，此其怪2也。师傅，我想问你一件旧事。什么事啊？
当初我降生之时，身上有什么特异之处？师傅可还记得吗？哎，这等陈年旧事，提他做甚啊？我想听听。哎，人生日久，记不清了。所以我说，你不是我师傅杨戬，他老人家是绝不会换剑的。但不能不说，你装的的确很像，甚至连玉帝都能骗过。可是你却骗不过我。我真想不到，装扮成这样，还是被你识破了。不错，我不是二郎神。那你是谁？我又是二郎神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你熟悉的那个二郎显圣真君杨戬已经没有了，世上只有我一个二郎神，所以说我又是二郎神。我明白了，是在戏弄某将。你是何处妖精？哪路谋神？竟敢如此大胆，到此寻死！什么是二郎，不是二郎？今天我先让你吃某一斧！石敢当，还记得我吗？你是奎刚手下的黑莲圣使。哈哈哈，说的一点不错。来的正好，咱们新账旧账一块儿算。石敢当，你的确是个聪明人物，所以奎刚法祖才会看上你。这样，你随我到天界见奎刚法祖，他老人家有话和你说。贼四，200年前让你逃脱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。而今奎刚法祖已经占了天庭，拿了地府，玉帝已死，罗天众神俱成瓮中之物。他老人家念你是个有筋骨的，要把你收为座下。你与我同去，到了天界，你就全明白了。休要聒噪，拿命吧！摇头风了啊！见着老朱就摇头啊？难道真是南柯一梦？半剑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刚得了一梦，甚是奇怪。哼！如此说来，你都是怪道人说你啊是个鬼精灵，知道天热就躲在这黑莲下纳凉，真是个活呆子！什么纳凉？这是妖精使法力困住我。哎，妖精在哪儿？妖精在哪儿？已经走了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哎，半剑，不错，我确实在纳凉。不但纳凉啊，躲在黑莲下还有诸般好处呢。
说话总要留根啊！我说这青天白日哪来的妖精，净胡说！我道这黑莲是宝，不愿与老猪分享。你倒说说，这黑莲有什么好啊？哎，不瞒你说，在这黑莲之下，吸天地之精气，使未成神仙之人成仙得道，成仙得道之人法力更高啊！哥，你可容我到下面待待。哎，你我兄弟怎么说这种话？要来便来。你出来，我好进去。哎，这是如意法宝，说大变大，说小变小，不妨事，你只管进来便是。哥救我呀！来，二弟啊，你来之前，妖精幻化入我梦中，用黑莲将我困住，多亏你来才救了我。哎呦，哥呀，你凡事都拿我老猪顶缸啊！是什么妖精如此大胆，敢进到你的梦里啊？就算告诉你啊，你也不明白，我还是省些口舌吧。哎，二弟，你怎么有空到我的泰山来了？啊，哎呦，自奉了长乐天神，整日无事，只是把那八方给的供养吃了个够。嘿嘿嘿嘿。哎呀，这天天吃也没意思，便出来转转。第一个便想起你，哎，这几百年不见，且到泰山看看。没想到一来，你便先请我吃了一副。哎，哥，你又想些什么？哦，方才梦中那妖精说道，魁罡侵占了3界，玉帝已死，不知是真是假呀？哎呀，哎呦，哥哟，原来这个妖精是个撒谎骗人、捆冯的祖宗！哎呦，此事绝不会这么简单。哎呦，哥。啊！你若是如意法宝，我喊来，你别到我掌中。来，小，好，也许以后用得着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天界真的出事了？哎呦，哥呀，你可真是替古人担忧啊！怎么成仙得道了，胆子倒小起来，让妖精几句话吓得不知进退。来人，把葛天师带走。把太白金星也带走。是。啊！他们都会变成天地众神。法祖，这是做什么？我们侵了天庭，占了地府，入了3界。可3界总不能由你们这些妖魔鬼怪统治吧？我要把这些妖魔变成天神地仙，让你们侵入各界道场，以备后用。法祖，绝不能懈怠。10天之内，将众天神全部造好。遵旨。法祖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太上老君的弟子云居真人逃离天界，还带走了太上老君幻化的金丹。太上老君一定是要他把金丹交给石敢当。哦，怎么见得？黑莲圣使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马上派人解杀，绝不能让他见到石敢当。是。
发作。是。定是过路的妖怪厮杀起来。大姐，跟我一块去看看。哎呀，哥，你可真是管闲事的大王！听着声音啊，在几百里以外，你管他做甚呢？来来来，哎呦！你去不去？我去，哎，好。你是何方妖怪，竟敢在此造次胡为？我们是阿修罗境内的修炼者，这个人偷了我们东西，所以营业。劫数已至，三界即将发生一场浩劫。什么浩劫？劫数到时，你自会明白。这场劫难非同寻常，三界一切众神、仙、圣皆难逃此厄。你未入天极，可能幸免，所以我要托付给你一件事情。老师，请讲。为师西去后，精元合一，会成为一颗上清金丹。你要把它交到玄天高阙、泰山石圣、三界大护法五圣天尊石敢当的手中。老师，你是万法之宗，早已跳出五界，看破生死，怎会西去？你不会明白的。我说的，你都记下了吗？是，弟子已谨记心中。是。道主，魁罡旗手，你终于来了。500年已过，我不是早该来了吗？
也是万法之宗，所以我来见你。看起来你的力量比起500年前要强大得多。比起玉帝怎么样？邪不胜正。我不如玉帝的，只是没有你的支持。如果你支持我，你就仍是万法之宗。哼！回罡法祖谕旨，天界之上不能放走任何一个人。是。你是自己出来，还是让我把你救出来？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？既然被你发现了，多说也无用。哼，藏在柜子里的人，倒还硬气得很。哎呀！ 你
诸位大神，请不必拘谨。玉皇大帝已驾鹤西归，自今日起，由本尊田掌天界。诸神之中，肯于留任新朝，为本尊鼓功者，本尊欢迎之至。再问一遍，诸位可有肯留任新朝者？你的话我不明白。有什么不明白？你要我们留任新朝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是反正于我。你，你是什么？我就是新天帝。你爱天地万物，爱人吗？只有善行善道才是正道，否则，即使法力再高，也不过是要挟之辈。海会大神说的对极了，我等正直天神怎能投靠要挟？要杀就杀，少说废话。正心、正义、正行，合起来就是一个善字。如果没有这个字，你现在的势力再大，也终究不过是虚妄。你想以善念动我？哼！500年前，玉帝都没有办到之事，你想做到？不要枉费心机了。我再问一遍，诸位可肯归附于我？三太子，魁罡法祖问你可否归附，答是或不是也就罢了，何来如此许多的言语？怎么，水德星君害怕？你这是何必呀？哪吒虽然不才，却也不能归附要挟。好啊，那就莫怪本尊无情了。我今夺去尔等顶上三花，胸中六气，将尔等一众关入阿修罗界。魁罡法祖，微臣情愿归善。微臣也愿归善。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二人过去，站在一旁。是。无耻！怎么样？还有没有要归附的？现在还不迟。众位大神，我劝大家都识相一点。玉帝已死，魁罡法祖宽宏大量，细侠录用，肯于收留我等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贱贼，300年前伙同武德星君陷害仙班，而今又做出这等无耻勾当，真乃天庭叛徒！你这等败类，简直有目无物！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再相逼了。法祖，黑袍护法。将玉帝及所有天神统统关入阿修罗界，严加看管。是。把他们带走。是。起来，起来，快点，快！法祖，下面该做什么？我们已经将罗天众神一网打尽，
下面就要对那些名录神迹之中，然道场却在人间的神祇们下手。比如灌口的显圣二郎真君杨戬，武当山的玄天高觉北方真武大帝。杨戬和真武都是位列神班第1等的大神，法力高强，智慧无双，凭我们手下，恐怕是难以对付吧。怕他什么1等大神？有魁罡法祖在，就连玉帝都不在话下，就不要说小小的二郎神杨戬了。鹰妖说得很对，杨戬法力高强，机变无双，元力之强大，在3界众神中更是难有与其相比者。对付他，必须要谨慎小心。一旦我们操之过急的话，他就会心生疑窦，事情便难办了。法祖有何高见？不能强攻，对杨戬只可用诈。树已到，我下投人间乔家院，也可相知。众结一心，唯无二心。黑衣功高，令下3界，真性迎头，入世凡家。他日重生，回归3界，始终武圣，方解此恶。乾坤清朗，善心归一，切记，切记。舅舅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舅舅！舅舅！二郎爷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情？天现异象，您快出去看看吧。哦，什么异象？天空中乌云翻滚，电闪雷鸣，伴随着阵阵怪吼，似乎是要出大事啊！国神，立刻命康张姚李4太尉集合500塔头神，民前列队。是。二郎爷，你看，我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什么预感？立刻命众军准备应战。是。准备应战。那不是300年前我们在泰山擒获的乌鸦大王和碧寒3兄弟吗？站在中央的便是魁罡的亲信巨蟒怪黑袍护法。这些妖孽被关押在天界重狱重华宫中，他们怎么能够逃出来呢？出大事了！这些魁罡手下的妖孽，阴魂不散，搅扰3界，真是罪该万死！杨戬，而今3界已被我等攻占，玉皇大帝已死，昨天众神成擒，魁罡法祖统治天下，识相的尽早归降，否则
顷刻间让尔等化为齑粉。你给我住嘴！凭尔等这干妖魔小丑，也敢狂言攻占天庭，擒杀众神？那个什么法祖奎刚，不过是个丧荡游魂，连三界都不敢进入，还说什么统治天下，真是无耻之极！快听我好言相劝，立刻下得天剑，跪地受缚，惹得你二郎爷爷兴起，让你这一干妖孽死无葬身之地！给我杀一个不留！在此说嘴吗？杨坚，区小胜，4个8尺，待我指挥重兵，顷刻间踏平你的二郎呢！就凭你们这些妖魔小丑，就是再多来个10万8万，你二郎爷爷也不放在眼里。你。正是本尊。你怎么能够进入3界的？本尊乘劫数而来，玉帝乘劫数而去。本尊知道你是玉帝的外甥，而且有大功于天庭，位列神班1等，因此对于你，我并不想像对待其他天神那样。这样吧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：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什么问题？你舅舅刚刚来过是吗？他对你说了自己的去向吗？他到了哪里？只要你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我便放过你。你仍居灌口，本尊回归天庭，再不见面。看起来你真的占领了3界。身为神班的第1大神，
道小圣看不出来吗？我只是想证实一下。现在你已经得到答案了，可以回答问题了吗？杨戬不才，愿与大神血战到底。看起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玉帝西鹤，众神遭劫，杨戬不敢苟活，但愿血溅妖邪，以祭天地。哼，连玉帝都不是我的对手，难道你想出头？奎刚，你这妖邪之祖，万恶之源，今日就要你死在二郎爷爷的刀下！小心！二郎先生果然不凡。赤谋一刀！回事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一道金光。我也看到了，屋里一道金光闪了一下。生的是个儿子，太美香了！
法祖真是不嫌麻烦，这些魔怪个个都会变化，随意一变不就成了玉帝？何必叫我等费这么大的力气？你哪里知道，这些魔怪虽然懂得变化，可那一身的妖气是谁也除不掉的，变了形，变不了神。法力高强之人一看之下便会露相，所以魁罡法祖才制造了这台机器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等说来，将这些妖魔整形克隆过以后，就谁也看不出来了。那当然，只要他们自己不说，是谁都看不出来的。大人，你们看到黑莲圣使了吗？回大人，黑莲圣使正在整形作坊做最后的整容。好。怎么样，好了吗？已经好了。魁罡法祖等急了，让黑莲使者马上出发。怎么，史甘当已经知道了吗？法祖就是怕有人给他传信，让他有了防备，这才着急。阿修罗作坊果然是妙不可言，盛世兄实足便是那哪吒三太子啊！